初时之前，各地宫庙也咧抽国运的签诗。台中大甲镇南宫抽到的签诗是中上。庙方讲，今年国家发展是真乐观，强调是大破大立的一档，所以民众会当把握时机来做代志。也那云林北港的朝天宫是抽6支签，该签的结果嘛是认为讲今年顶半年国运袂歹。跋杯抽签，正月初四主事一到，台中大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抽出象征国运签的人口签，名做白蛇精拄着考汉文，属于中上签。庙方改签认为，今年是大破大立年，会使把握时机行事，但是要确认正确的方向甲成功，也无会无采工。会使讲中上签就是算国运也好，时机大家爱把握好，总是拢爱团结啦吼，大家爱守护方向足重要，方向唔对，所有机会拢无效啦吼。业界声望爱建立，业界声望建立不起来，先求名利吼都无效啊。镇南宫另外强调，今年雨水足，对农业发展是好事。云林北港朝天宫也抽出6支签，分别代表人口、水路、五谷、港运、陆拓、生理。庙方是认为整体国运顶半年也阁袂歹，不过年中过了，恐惊有未知的变化。这6支签吼，会使讲吼，拢差不多啊啦吼，但是吼，即阵看会袂歹啦吼，即阵看袂歹，但是吼，年中过吼，应该就有变化啦吼。朝天宫认为后半年大约伫咧8、9月会发生变化，民众会使见机行事，适当做出改变。各行各业拄到的状况也拢会无同，每一个人拢需要好好思考。记者台中云林报道。